好，我係九龍豪宅嘅 Henry， 今次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咧，就喺窩打老道嘅裕林啦。咁呢個單位就位於裕林嘅高層多室啦，總面積260尺嘅開放式單位嚟嘅，做緊租同埋賣，事不宜遲，嚟一睇下。首先入到門口就一條走廊，咁我依家影緊嘅呢個位置係一個雪櫃嚟嘅，咁然後呢個係個收納鞋位嘅空間。嗱，喺左手邊就係個開放式廚房，配備電磁爐煮食，然後再直行呢度就做一個雙人床。然後影緊嘅左手邊就係一個書桌，而且書桌咧側邊都有一啲嘅收納衣櫃嘅位置。然後露台望出去嘅位置啦，就望向東邊嘅景觀嚟嘅。咁景觀都好開揚，然之後去到浴室，浴室配備旗杆設計。好啦，我哋今日睇住咁多先，如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907727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